另一檔案我係咪？大家留意畫面上嘅呢兩個賬號，睇唔睇得出有啲咩分別呢？第一個喺 Fools 後面呢係有兩條底線嘅，第二個呢就只有一條。呢個差別細到你稍為睇快少少，可能就已經直接略過。但就係少咗呢一條底線，一個住喺加拿大嘅男人被警方搜屋，被控涉及未成年人嘅嚴重罪名，之後被裁定有罪，坐咗18個月監。直至到有人發現成單案由第一步開始咧，就已經係查錯咗嘅。而呢個時候，呢一個無辜嘅男人已經係服完晒成個刑期。一個賬戶名入面幾乎留意唔到嘅符號，點解可以一路經過警方、經過科技公司、檢控官同法庭，最後將一個無辜嘅人送入監獄呢？要明白呢一件事，就要由一個12歲女仔嘅手機講起。2018年，美國威斯康辛州一個12歲嘅女仔透過 Kik 同一個自稱 J 嘅成年男子聯絡。Kik 咧係一個聊天程式，佢同 WhatsApp 有啲似，不過用戶主要係靠賬戶名去揾到對方，唔一定需要交換電話號碼。個女仔同呢一個 J 嘅聯絡咧係由2018年8月開始，一路持續到12月。後嚟個女仔嘅媽媽查個女手機嗰陣，發現對方係傳咗張內容不當嘅相俾個女，於是即刻報警。當地警方接手調查，佢哋檢查咗個女仔部手機，喺手機入面揾到個女仔同涉案 Kik 賬戶之間一共係有125條信息，涉案嘅賬號呢，就係呢一個。嚟到呢一步，警方已經知道同個女仔聯絡嘅賬戶，但係依然唔知道賬戶後面係邊個。要揾出呢一個阿 J 嘅身份，最直接嘅方法就係要求 Kik 公司提供呢一個賬戶嘅註冊同埋登入資料。警方根據 Kik 交翻嚟嘅資料，首先係追到一個電郵地址，佢哋再聯絡 Google， 攞到相關嘅登入記錄同 IP 地址。結果呢一個 IP 地址並唔係威斯康辛州，甚至唔喺美國，而係直接指向加拿大嘅斯高沙省。美國方面於是將資料交俾加拿大警方。加拿大警方再沿住 IP 同網絡訂戶資料查落去，最後出現咗一個名 Brandon Claim。而當警方手上已經有咗 Brandon 呢個名同住址之後，呢單案亦都由網上追查正式走入佢嘅現實生活。2020年2月，加拿大警方去到 Brandon 屋企執行搜查令，帶走咗多部手機、手提電腦同其他電子裝置。去到呢一步，警方已經唔再只係靠 Kik、Google 同埋 IP 資料推斷。佢哋而家可以直接檢查 Brandon 自己嘅裝置，睇下有冇2018年嗰段時間留低嘅記錄。但係搜查結果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問題，警方冇喺 Brandon 嘅裝置入面揾到佢同女仔之間嘅信息，亦都揾唔到涉案嘅影像，又或者其他可以將佢直接連到嗰125條信息嘅內容。甚至喺佢嘅裝置入面，警方亦都揾唔到佢喺2018年8月到12月之間有任何用過 Kik 嘅記錄。而 Brandon 後嚟更加宣誓話，自己由2012年之後就再都冇用過 Kik， 即係話案件發生嗰陣，離 Brandon 佢話自己最後一次使用 Kik 已經差唔多隔咗6年。警方之前沿住網上資料一路追，的確係可以追到 Brandon， 但係當佢哋真正檢查 Brandon 手上嘅電子裝置，就揾唔到另一條獨立嘅證據可以證明佢就係個女仔口中嘅嗰個 J。但案件呢，並冇因為咁而停落嚟。2020年 Brandon 被拘捕，並被控3項同未成年人有關嘅嚴重罪名。幾年之後，案件去到審訊。其實法庭要處理嘅核心問題好直接，個女仔一路聯絡嘅嗰個 J 到底係唔係 Brandon？ 控方最重要嘅身份證據依然係之前嘅嗰條數碼證據鏈。Kik 資料連到電郵，再由 Google 記錄 IP 地址，一路指向 Brandon。但係另一邊，警方喺 Brandon 嘅裝置入面就揾唔到任何證據。Brandon 亦都一直否認佢就係嗰個 J。不過法官最後係採納咗控方呢一套身份證據，認為將所有資料放埋一齊已經足以證明呢一個 Brandon 就係同女仔聯絡嘅嗰個 J。2023年4月17號 Brandon 被判有罪。到咗判刑階段， Brandon 依然係堅持自己根本冇做過，但係呢一個講法並冇改變結果。2024年1月，法庭判 Brandon 監禁18個月，再接受18月嘅感化。Brandon 之後係坐足咗18個月監，但係佢一路都冇放棄上訴。時間去到2026年春天， Brandon 嘅上訴團隊重新檢查原審文件，佢哋想搞清楚一個一直都解釋唔到嘅問題。
點解數碼資料一路指向 Brandon， 但係警方真正檢查佢嘅裝置，又完全揾唔到佢同個女仔聯絡過嘅痕跡呢？而就喺佢哋重新對翻最初嗰批資料嗰陣，佢哋終於發現咗問題。個女仔手機入面同佢聯絡嘅嗰個 Kik 賬號係2條底線嘅呢一個，但係警方當年正式要求 Kik 提供資料嘅，竟然係1條底線嘅呢一個。而更加令人難以置信嘅係，呢2個唔同嘅賬號其實一直都喺原審證據文件入面。如果警方當年查嘅係正確嘅呢個賬號，相關資料呢反而係會帶去另一個人。法庭文件顯示嗰個人嘅名真係叫 J， 而佢嘅 IP 地址呢似乎喺美國加州。但係到目前為止冇公開資料證實呢一個人之後有冇被捕又或者起訴。但係可以肯定嘅係，警方當年一路追查嘅根本上係另一個 Kik 賬號，而無辜嘅 Brandon 已經坐完18個月監。控方重新檢查2個 Kik 賬號形成嘅證據鏈之後，亦都同意 Brandon 嘅定罪已經係無法維持。案件最後去到斯高沙省上訴法院，上訴法院最後撤銷 Brandon 嘅3項定罪，3項控罪全部判冇罪，原本嘅刑罰同相關嘅命令亦都一併撤銷。法庭用咗一個更加直接嘅講法形容 Brandon，factually innocent， 即係事實上無辜。Brandon 根本就唔係警方一路追查嘅嗰個 J， 只不過去到呢一日，佢已經係坐完咗18個月監，甚至上訴法院正式處理案件嗰陣，Brandon 本人亦都冇出席。佢嘅律師話，經過咁多年嘅調查、審訊同埋監禁之後，Brandon 已經對刑事司法制度失去信心。而成單案最諷刺嘅地方係，真正證明警方由第一步開始已經追錯人嘅資料，其實一直都喺份案入面。而呢單案到目前為止仲未完全結束，斯高沙省司法部長已經要求檢控部門重新交代案件究竟點解出錯，亦都唔排除會展開公開調查。至於 Brandon 之後會唔會獲得賠償，會獲得幾多，目前仲未有結果。